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！微笑广场演出即将开始，请耐心等待。文明观点，眼前的观众请佩戴好口罩，注意安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往哪说？他们都在外面。往上边走，往那头走了。你得在后排站着。微笑广场演出即将开始，请耐心等待。文明观点。演出过程中请佩戴好口罩，注意安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明华湾祝您乐享茶艺时光。微笑广场演出即将开始，请耐心等待。文明观点。演出过程中请佩戴好口罩，注意安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明华湾祝您乐享茶艺时光。看的人都演，我他们是这样。我买一个羽绒那个衣服，我手指看不出来，其实手指还这个一点没看进去，手指不够，还没看进去。
寰宇浩瀚，时光无限，万物流转，分合聚散。聚是心灵的呼唤，千里不远，相遇无言。散是离别的叹息，海阔天空，辽远无垠。聚散有时，因缘无尽，喜乐平常，行走人间从容